一艘烏克蘭註冊嘅拖船星期六晚喺屯門碼頭對開海面撞船沉沒，船上20幾人，其中7人獲救，目前最少有18名船員失蹤。到咗星期日嘅朝早，多艘水警同消防輪繼續喺出事嘅海面搜救失蹤嘅船員，飛行服務隊亦都派出直升機協助搜索。消防話已經確定沉船嘅位置，會派出蛙人落海搜索，但由於出事嘅拖船反轉咗，只得2個入口，通道狹窄，令到救援嘅工作遇上困難。咁而意外中同艘烏克蘭拖船相撞嘅內地註冊貨船，事後停泊咗喺大嶼山嘅欣澳海面，海事處正喺度調查緊意外嘅原因。意外發生喺星期六晚9點幾，現場消息話，當時艘72米長嘅烏克蘭註冊拖船正駛往南海油田，當駛到香港國際機場以東大小磨刀洲對開嘅海面嘅時候，同一艘內地註冊嘅貨船相撞，拖船迅速入水下沉。咁而多艘水警輪同消防船趕到，救起其中7個墮海嘅船員，佢哋包括6個烏克蘭人同1名內地人。但由於當時船上有20幾個船員，有唔少人正喺機房嗰度工作，唔排除有人未能及時逃生，連同艘拖船一同沉沒。ONTV 記者黃鳳儀報道。